你有冇留意過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？身邊總有一啲人，佢哋唔使特別去黃大仙排序上香，亦唔使年年去車公廟求籤，但偏偏做咩都順順利利，遇到幾大嘅風浪都可以安然度過。你話佢哋好彩唔係？你話佢哋有背景又唔係？其實聰明你嘅角度去睇，呢種人天生就帶住一種好特殊嘅氣場，叫做佛緣。佛緣呢樣嘢唔係你去廟宇捐幾多香油錢就買得到，亦唔係你日日都經念佛就一定有，佢係寫喺你命格入面嘅，係你嘅生肖、你嘅五行、你嘅心性同菩薩嘅原力產生共振嘅結果。今日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命理嘅秘密，有4大生肖天生就有菩薩，跟住護佑一世平安順遂，尤其係第3個嗰份福氣深厚度。你聽完都攰有冇好？你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開始。首先要講嘅第一個生肖就係屬牛。屬牛嘅人本命佛係虛空藏菩薩，喺佛教密宗入面，虛空藏菩薩係三世諸佛嘅第一護神，佢嘅智慧同功德好似虛空一樣，無邊無際，所以先叫做虛空藏。呢位菩薩主將嘅係咩呢？就係智慧同財富。你可能會問，咁多生肖，點解偏偏係屬牛嘅人同虛空藏菩薩特別有緣？呢個就要從屬牛人嘅本性講起。喺12生肖入面，屬牛嘅人係出咗名嘅踏實，佢哋做事唔會走捷徑，唔會投機取巧，認定咗一件事就會一步一步咁做落去。你可以話佢哋笨蛋，呢種笨其實就係一種大智慧。點解？因為喺命理入面，丑土足金土，佢嘅特性就係厚重穩定，能夠承載萬物。你睇大地幾厚，中山川河流花草樹木萬物生長都要靠泥土嚟承載，呢個就係丑土嘅德性。而虛空藏菩薩嘅原力正正就係普施功德廣利眾生，同屬牛人嗰種默默付出唔求回報嘅性格，完美呼應你世。心諗一諗身邊嗰啲屬牛嘅人係咪做嘢好實在，從來唔會講大話，騙人亦唔會為咗自己嘅利益去踩低人哋。呢種品性睇落平平無奇，但喺菩薩眼中呢個就係最珍貴嘅品質。有一位老前輩講過一個好深刻嘅道理，真正嘅修行唔係喺廟宇入面，而係喺你以上生活嘅一言一行入面。你對人真誠，做事踏實，唔氹唔闖，呢個本身就係最高級嘅修行。屬牛嘅人天生就具備呢種品質，佢哋對朋友忠誠，對家人負責，做事腳踏實地，唔會為咗利益去害人。呢種品性喺命理入面叫做福德。福德係咩？就係你嘅善行善念積累出嚟嘅一種能量場，佢唔係睇得到摸得到嘅嘢，但佢實實在在咁影響住你嘅運程同際遇。呢個能量場強到一個程度，就會自然感應到菩薩嘅護佑。所以屬牛嘅人唔使特別去燒香拜佛，因為佢哋嘅為人處世本身就係一種修行。虛空藏菩薩自然會隨身護持。從五行角度去深入分析，丑土入面藏住3個天干己土辛金巨水，呢3個元素代表咩呢？己土係穩重厚道嘅根基，辛金係堅毅不屈嘅意志，舉水係通達圓用嘅智慧。你睇屬牛嘅人天生就具備呢3種品質。穩重靈，佢哋唔會輕易被外界嘅誘惑動搖。生活入面遇到幾大嘅風浪，佢哋都可以企穩腳跟，堅毅令佢哋遇到困難唔會退縮，人哋放棄嘅事情佢哋會繼續做落去。智慧令佢哋喺關鍵時刻做出正確嘅判斷。雖然佢哋唔多講嘢，但心入面好清楚咩係對咩係錯。呢3種品質加埋就形成咗一個好強嘅護身氣場，令災禍難以入侵。喺風水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做地氣，一間屋企嘅地氣好唔好，直接影響住入面住嘅人嘅運程。而屬牛嘅人本身就自帶地氣，因為丑土本來就係大地嘅象徵，佢哋住喺邊度，邊度嘅氣場就會變得穩定和硬。所以你會發現屬牛嘅人嘅家庭通常都好和睦，家人之間好少吵架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佢哋自帶嘅穩定氣場喺度發揮作用。再講到2026年丙午晚年，屬牛嘅人今年遇到嘅係害太歲除午相害，五行上形成嘅係火土交戰嘅格局，人際關係上容易遇到暗戰，工作上可能有小人喺背後搞事。聽到呢度，屬牛嘅朋友可能會有啲擔心，但係你留意屬牛嘅人，就算遇到呢種困局，佢哋嘅烈我通常都唔會太差。點解？因為虛空藏菩薩嘅護持力量會喺關鍵時刻發揮作用。你會發現屬牛嘅人喺最危險嘅時候，總會有貴人出現幫佢哋化解危機，又或者係一個意想不到嘅機會。
突然出現令佢哋絕處逢生，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菩薩護佑嘅一種體現。所以屬牛嘅朋友今年雖然要多加小心，但唔使太過幼女。只要你保持住你嗰份踏實忠厚嘅本心，繼續做你認為正確嘅事，虛空裝菩薩庫一直守護住。你要記住，你嘅善良同堅持就係最好嘅化解之道。好，講完屬牛，我哋繼續講第二個生肖屬羊。屬羊嘅人本命佛係大日如來。大日如來係咩到頭？佢係佛教密宗嘅根本佛，統率一切諸佛菩薩法力，無邊無際。你可以話佢係佛界入面最至高無上嘅存在，所有嘅菩薩都係從大日如來嘅光明中發現出嚟嘅。而屬羊嘅人天生就同呢位至高嘅佛有緣，你話呢個係幾大嘅福分？要理解呢份緣分，就要從屬羊人嘅心性講起。屬羊嘅人性格溫和，心地善良，見到人哋受苦，忍唔住伸手幫忙。佢哋對身邊嘅人好包容，好少同人計較，即使俾人佔咗便宜，佢哋都唔會記仇。你可能覺得佢哋太過軟弱，喺呢個競爭激烈嘅社區入面好掘底，但係其實喺命理入面，呢種又係一種好強大嘅力量。好多人一輩子都公式易經入面有一個卦叫做無卦卦辭，講蒙亨君子有終。呢個意思係咩？就係話一個人如果能夠保持跟中柔和嘅態度，做咩都會亨通順利，而且能夠善始善終。你睇64卦入面，唯獨經卦係六牛皆得，冇一個牛係空嘅。呢個喺成部易經入面都係絕無僅有嘅。呢個就說明咗一個好深刻嘅道理：友善嘅力量遠遠大過強硬嘅力量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又能勝更，亦能化更。呢個就係宇宙嘅大道理。屬羊嘅人，佢哋嘅五行屬未、土未。土同丑土唔同，丑土係冬天嘅土，而未土係夏天嘅土。夏天嘅土帶住火嘅溫暖，又有木嘅生機，所以未土係一種充滿活力同溫度嘅土。喺五行入面，未土藏住嘅天干係己土的火，乙木的火，代表溫暖同光明，好似燭光一樣，唔係熊熊烈火咁猛烈，但係可以持久咁照亮你嘅世界。乙木代表游雲同生長，好似藤蔓一樣，雖然細小，但生命力極強。己土代表包容同承載，能夠接納一切化育萬物。呢三種能量嘅寵物就形成咗屬羊人嗰種溫暖而有力量嘅獨特氣場。而大日如來嘅法號本身就有光明照嘅意思，佢嘅原力就係普照眾生，消除一切黑暗同苦難。你睇屬羊人心入面嗰份溫暖嘅光，同大日如來嘅光明係咪完美咁契合？呢個就係佛緣嘅真正含義，唔係你去求嚟嘅，而係你嘅心性同菩薩嘅願力自然而然嘅相應。喺因果嘅角度去睇，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宿世善根，意思係話一個人今世嘅福報唔係憑空嚟嘅，而係前世積累嘅善行喺今世嘅顯現。好似你喺田裏面播咗種，唔會即刻就收成，要等到適當嘅時候先至會開花結果。屬羊嘅人之所以天生心地柔善聰明，你嘅角度解讀就係因為佢哋嘅宿世善根特別深厚。呢份善根好似一棵大樹嘅根，你喺地面上睇唔到佢，但佢深深咁扎喺泥土入面，為棵樹提供源源不絕嘅養分。屬羊嘅人嘅時間就係呢棵深扎嘅根，令佢哋喺今世自然而然咁行善積德，唔使人教，唔使人提醒。而大日如來因為睇到佢哋呢份深厚嘅善根，所以特別眷顧佢哋，賜予佢哋一世嘅平安喜樂。2026年丙午晚年對屬羊嘅人嚟講有一個好特別嘅格局。喺命理入面，未土同午破係六合嘅關，係五味合火，火勢旺盛。呢個係一個好吉利嘅組合，意味住咩呢？就係話屬羊嘅人喺今年同太歲嘅關係旺嘅，非但唔會衝突，反而會得到太歲嘅助力。喺事業上，屬羊嘅人今年容易遇到貴人提澇，可能係一個上司嘅賞賜，又或者係一個合作夥伴嘅出現，為你帶嚟升職加薪嘅機會。喺財運上，正財穩定，偏財亦有意想不到嘅收購，可能係一筆你冇預期嘅收入，又或者係一個投資突然回本。呢一切都係大日如來庇佑之下嘅福報體現。不過要提醒屬羊嘅朋友，五味合火，火氣太旺嘅話，身體方面要注意心臟同眼睛嘅問題。今年夏天特別要注意防暑降溫的當，飲多啲水，保持作息正常，少熬夜，少動怒就可以化解火氣過往帶嚟嘅影響。屬羊嘅人
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命理特點，就係佢哋嘅財運往往嚟得好自然，佢哋唔使好似有啲生肖咁要好努力咁去追求財富，財富自然會向佢哋追碌。你睇身邊嗰啲屬羊嘅人，好多都係安安穩穩咁，就揾到錢，唔使搞到自己好辛苦。從命理嘅角度去分析，呢個係因為未土生金，而金喺命理入面代表財星屬羊嘅人，天生就有一種聚財嘅氣場，再加上大日如來嘅護佑，佢哋嘅財運會隨住年紀精緻而越嚟越好。特別係過咗40歲之後，屬羊嘅人通常都會進入一個自義同財運雙豐收嘅階段。好多屬羊嘅人都係所謂嘅大器晚成，所以屬羊嘅朋友，如果你而家仲覺得自己運程一般，唔使灰心，亦唔使心急，你嘅好日子穩穩陣陣咁喺後面等緊你好。而家要講到今日最重要嘅部分，第3個生肖，呢個生肖嘅福氣係4個入面最深厚嘅，亦都係最多人好奇嘅。佢嘅本命佛更加係大家最熟悉、最靈驗嘅一位菩薩。你估到係邊個未？如果你仲未估到唔緊要，而家就揭曉。冇錯，就係捉鼠屬鼠嘅人。本命佛係千手觀音菩薩。千手觀音全名叫做千手，千眼觀世音菩薩，有1000隻手1000隻眼，能夠洞察世間一切苦難，隨時隨地伸出援手，救度眾生。喺所有菩薩入面，觀音菩薩可以話係同普通人最親近嘅一位。喺香港差唔多家家戶戶都供奉觀音，而屬鼠嘅人天生就同呢位大慈大悲嘅菩薩有住極深嘅緣分。呢份緣分深到咩程度？可以話係融入咗血脈，貫穿咗一生，超越咗時空嘅。如果話前面2個生肖嘅佛緣係厚積薄發嘅話，咁屬鼠嘅人嘅佛緣就係如生佢，係如影隨形嘅。點解屬鼠嘅人嘅佛運會咁深？呢個要從幾個層面去分析。第一個層面係屬鼠人嘅遺根，喺12生肖入面，屬鼠嘅人係公認最靈活最聰明嘅。但呢種聰明唔係嗰種耍小聰明走正面嘅聰明，而係一種好深層嘅靈性。佢哋天生對周圍嘅環境好敏感，好似身上裝咗一個感應器，咁能夠喺複雜嘅局面入面好快咁揾到出路，亦能夠提前咁知道潛在嘅危險。呢種能力喺命理入面叫做慧根。慧根深厚嘅人，佢同菩薩嘅感應就會特別強烈。千手觀音有千眼洞察世間苦難，而屬鼠嘅人亦有住一種天生嘅洞察力，能夠聞讀感知道身邊嘅人事變化。你話呢兩者之間嘅共振係咪特別強烈？好似2個頻率相同嘅音叉，只要你敲響其中一個，另一個就會自動跟住震動足。鼠嘅人同千手觀音嘅關係就係呢種自然而然嘅共振。第2個層面係5行嘅分析。屬鼠嘅地支係自水，自水係12地支入面最純正嘅水，佢嘅特性係流動清侵，能夠滋潤萬物。你諗下水嘅本性係咩？係有，係信，係能夠的應任何環境嘅形態。你將水倒入圓嘅容器，佢就係圓嘅倒入方嘅容器，佢就係方嘅水，永遠唔會同容器對抗。但佢嘅力量又係好強大嘅大海，可以容納百川滴水，可以穿透堅石。呢種由中帶剛嘅特色同觀音菩薩嘅慈悲原力完全相通。觀音菩薩嘅慈悲就好似水一樣柔軟而無處不到，能夠登透到世間嘅每一個角落，化解一切苦難嘛。你見過個水流喺山石之間啊嘛？佢唔會同石頭硬碰硬，而係順住縫隙慢慢流過，最終穿過一切阻礙。觀音菩薩化解苦難嘅方式亦係一樣，唔係用強大力量去摧毀障礙，而係用無邊嘅慈悲去化解一切。第3個層面就係最核心嘅屬鼠嘅人，骨子入面有一份好難得嘅比鄰心。佢哋表面上睇起嚟精明幹練做事雷厲風行，但內心其實好柔軟。佢哋見到弱小嘅人受欺負，佢忍唔住出聲；見到不公義嘅事，佢心入面好唔舒服。有時候佢哋明明知道幫人可能會令自己實底，但佢哋仍然會義無反顧咁伸出援手。呢份比心同觀音菩薩嘅大慈大悲係完全相應嘅。喺佛教嘅講法入面，觀音菩薩之所以叫做觀世音，就係因為佢能夠聽到世間一切眾生嘅苦難之聲，然後施以援手。而屬鼠嘅人就好似觀音菩薩喺人間嘅一個投影，佢哋天生就有呢種感應苦難、幫助他人嘅本能。你可能唔會喺屬鼠嘅人面前見到佢哋流淚，但佢哋嘅心係真真正正咁為他人嘅苦難而痛嘅。講到呢度，
你可能會問一個好關鍵嘅問題，既然屬鼠嘅人福氣，咁但係點解2026年丙午晚年屬鼠嘅人仲會犯太歲子午相沖，水火不容引落，好似好嚴重？呢個問題問得好好，我要同你講清楚一個好重要嘅道理，犯太歲唔等於冇福氣，呢兩樣嘢係完全唔矛盾嘅。犯太歲係流年嘅一個運勢波動，佢代表嘅係今年會有比較大嘅變化同挑戰，但係有千手觀音烏持嘅屬鼠人，佢哋面對呢啲挑戰嘅時候，會有一種好神奇嘅化險為夷嘅能力。呢種能力唔係佢哋自己創造嘅，而係千手觀音喺背後默默護持嘅烈果。你會發現屬鼠嘅人喺最困難嘅時候，總會喺意想不到嘅地方得到幫助。可能係一個好耐冇聯絡嘅舊朋友，突然間打嚟電話，帶嚟一個關鍵嘅消息；可能係一個睇似好差嘅局面，突然間峰回路轉出現轉機；又可能係一個陌生人一句說話，令佢哋茅塞頓開。呢種經歷屬鼠嘅朋友，自己回想一下，係咪真係成日發生喺你身上？我認識一個屬鼠嘅前輩，佢一世人經歷過好多次大風大浪，年輕嗰陣做生日試過俾人呃咗一大筆錢，差啲破產，連屋企嘅租都交唔起。嗰段日子佢話自己真係絕望到想放棄一切，但就喺佢最灰暗嘅時候，一個佢幾年前曾經無條件幫過嘅人突然揾到佢，帶嚟咗一個全新嘅商機。呢個人話：當年你幫咗我一直記喺心入面，而家係我報答你嘅時候。結果呢個機會唔單止幫佢還清咗所有財務，仲令佢嘅善意翻咗幾倍正字。後來佢又遇過一次好嚴重嘅交通意外，駕車撞到面目全非，但佢本人竟然只係擦損咗皮膚，骨頭一條都冇斷。每一次喺生死邊緣，佢都能夠化險為夷。佢自己都成日講，我都唔知點解每次以為冇得救嘅時候，就會有啲好神奇嘅嘢發生。聰明你嘅角度去睇，呢個就係千手觀音嘅烏持。千手觀音有千手千眼喺屬鼠人，遇到危難嘅時候，菩薩會用無形嘅手去化解災劫，引導佢哋走出困境，走向光明。仲有一點特別值得講嘅，就係屬鼠嘅人嘅福報唔單止惠及自身，仲可以任及身邊嘅家人同朋友。民間有一句老話叫做書少風面，意思就係話屬鼠嘅人行到邊度，邊度就會有福氣，匯聚佢哋天生帶住一種聚福嘅氣場，好似一塊磁鐵咁，會將好嘅能量吸引過嚟，同佢哋一齋生活嘅家人，同佢哋一齊共事嘅同事都會沾染到好運。你有冇留意到，有時候一間公司清咗一個屬鼠嘅人之後，成間公司嘅業績都好咗？又或者一個家庭入面有一個屬鼠嘅星淵，成家人都順順利利。呢個唔係迷信，而係服用效應嘅體現。喺命理入面，福音就係話一個人嘅福報大到一定程度，佢嘅福氣會溢出嚟，惠及身邊嘅人。屬鼠嘅人就係呢種天生帶住福音嘅人。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屬鼠嘅家人或者朋友，你要好好珍惜呢段緣分，因為佢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你嘅一種福氣。2026年05年雖然子午相沖，帶嚟動盪，但係屬鼠嘅人只要保持善念，多行善事，千手觀音嘅護持會令到呢次犯太歲嘅影響減到最低。特別係龍年2月19觀音誕前後屬鼠嘅人，如果能夠靜下心理，感受一下內心嘅平靜，你會發現你同菩薩嘅連結會特別強烈。記住，千手觀音嘅護持唔係要你去做咩特別嘅儀式，唔使你去買咩特別嘅法器，而係要你保持你嗰份善良同比鄰嘅心。呢份心就係你同菩薩之間最直接最有力嘅連結。菩薩唔會保佑一個心存惡念嘅人，但對於心存善念嘅屬鼠人嚟講，千手觀音嘅護佑係永遠唔會離開嘅。好，講完咗第三個重點生肖，最後要同大家講嘅第四個生肖就係屬兔。屬兔嘅人本命佛係文殊菩薩。文殊菩薩喺佛教入面嘅地位好特殊，佢係智慧第一嘅菩薩，同普賢菩薩一齊互助，釋迦牟納法合稱華嚴三聖。你可以話，如果觀音菩薩代表嘅係慈悲，嘅文殊菩薩代表嘅就係智慧，而呢種智慧唔係嗰種讀書考試攞高分嘅小聰明，而係能夠洞察宇宙人生真相嘅究竟大智慧。屬兔嘅人，佢哋嘅性格入面有一種好特別嘅質素，就係為佢哋好識觀察，好識分析，喺好複雜嘅環境入面都能夠保持清醒嘅頭腦，唔會俾表面嘅假象所迷惑，而
而且捉兔嘅人心理善良，唔中意同人爭執，遇到矛盾寧願自己退讓，用和平嘅方式去解決問題。呢種性格表面上睇好似好謎底，但其實聰明你嘅角度去分析，呢個係一種好高嘅人生智慧。一般人要修煉好多年先至學得識捉兔嘅五行，係茂木。茂木係春天嘅木，代表嘅係生機成長。同希望你睇春天嘅樹木，經過咗冬天嘅嚴寒，樹葉落晒枝頭，光立睇落好似冇咗生命力，但到咗春天暖風一吹，佢就會重新發芽開花，生命力比之前更加旺盛。呢種死而復生、生生不息嘅力量就係茂木嘅本質，而文殊菩薩嘅智慧就好似春風一樣，能夠吹開人心入面嘅迷路同困惑，令人豁然開朗。而經入面有一個卦叫做蒙卦，卦辭講蒙以養正，聖功也忘，就係蒙昧養正，但係用正確嘅方式去啟蒙開支。呢個卦嘅意思係話每個人一開始都有夢繪嘅時候，但只要有正確嘅引導，有智慧嘅光照入嚟，就能夠撥開迷，由現到真相，走上正途。文殊菩薩嘅角色正正就係呢個開蒙啟智嘅引導者。而捉兔嘅人因為天生慧根深厚，所以特別容易接收到文殊菩薩嘅智慧介展，好似一個天線特別靈敏嘅收音機，能夠收到最清晰嘅信號。喺實際生活入面，捉兔嘅人有一個好明顯嘅特點，佢哋好少做出錯嘅重大決定，即使面對好複雜好糾結嘅選擇，佢哋都能夠憑住內心嘅直覺揾到最正確嘅方向。呢種直覺喺命理入面就係文殊菩薩嘅智慧引導。你可以話佢哋天生就有一個內在嘅指南鉗，喺迷茫嘅時候會自動指向正確嘅方向。好多捉兔嘅人都有呢種經歷，喺某個重要嘅人生路口，明明所有嘅理性分析都指向一個方向，但心入面有一把聲音話你唔好咁做烈果。佢哋聽從咗呢把聲音，事後先至發現原來跟住理性走嘅話會遇到好大嘅問題。呢把內心嘅聲音其實就係文殊菩薩喺背後嘅提點。2026年丙午晚年捉兔嘅人雖遇到破太歲嘅格局，卯午相破，表面上睇運勢會有波動，做事容易遇到阻滯，但係有文殊菩薩嘅智慧護持，捉兔嘅人會喺困難入面揾到突破口。特別係喺需要做重大決定嘅時候，捉兔嘅人要信任自己嘅直覺，唔好俾外界嘅雜音影響咗你嘅判斷。呢份直覺就係文殊菩薩喺背後默默指引你嘅方向。今年雖然會遇到啲波折，但係每一次波折都係一次成長嘅機會，都係文殊菩薩用嚟磨練你智慧嘅功課。捉兔嘅人仲有一個好值得留意嘅命令喺度掂，就係佢哋嘅貴人運特別好。喺佢一生入面總會喺關鍵時刻遇到對嘅人，幫佢哋指點迷津，化解困難。呢個貴人有時候係一個長輩嘅一句話，令你醍醐灌頂，有時候係一個陌生人嘅善意舉動，喺你最需要嘅時候溫暖咗你。從命理嘅角度去分析，呢啲貴人其實就係文殊菩薩嘅化現菩薩，唔一定要以菩薩嘅形象出現，佢可以化現成你生命入面嘅任何一個人，喺你最需要智慧嘅時候出現喺你面前。所以捉兔嘅朋友要好好感恩你生命入面出現過嘅每一個貴人，因為佢哋嘅背後都有文殊菩薩嘅智慧同慈悲茂木。喺五行入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，就係佢能夠生火，木生火，火代表光明同希望。捉兔嘅人天生就有一種能力，可以將自己嘅智慧同善良轉化成正能量，照亮身邊嘅人。佢哋唔使刻意去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，只要保持住自己善良智慧嘅本心，佢哋嘅存在本身就係對身邊人嘅一種祝福。講到呢度，4個天生有佛緣嘅生肖就全部同大家分享完畢啦。等我總列一下，捉牛嘅人有虛空、莊菩薩護持以及實忠厚積累深厚。福德捉羊嘅人有大日如來庇佑，以柔善之心感召光明護佑。捉鼠嘅人有千手觀音護持，福澤最深厚，能夠任及家人朋友。捉兔嘅人有文殊菩薩加持，以大智慧化解一切困難險阻。但係最後我要特別強調一點，呢一點比前面講嘅所有嘢都仲要菩薩護佑。其實從來唔係某一個特定嘅生肖，而係所有心存善念嘅人。未理呢4個生肖之所以天生有佛緣核心嘅原因，唔係因為佢哋嘅生肖有咩特殊嘅魔力，而係因為佢哋嘅心性踏實善良，比冷智慧同菩薩嘅原力自然相應。你嘅生肖只係一個起點，真正決定你有冇佛緣嘅
係你嘅心。喺命理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心念轉運，意思係話一個人嘅命運唔係完全寫死嘅，你嘅心念同行為可以改變你嘅運勢走向。如果你唔係，呢4個生肖嘅人完全唔使灰心，更加唔使任務。你只要從今日開始保持善良嘅心，多做善事，待人寬厚，處世觀和，你就已經喺同菩薩列緣。今日幫一個人，聽日讓一步路，後日說一句好話，呢啲全部都係喺積累你嘅福報為教育入面。有一句話講得好好，佛法喺世間唔利世間國，意思就係話修行唔使去到深山古寺，就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面，就喺你嘅米油鹽之間。你對屋企人好一啲，對同事寬容一啲，對陌生人友善一啲，呢啲睇落微不足道嘅小事，全部都係修行。你嘅每一個善念，每一個善行都喺為你積累福報。呢啲福報好似全日銀行嘅儲蓄，你可能一時之間睇唔到利息，但佢哋一直喺度增值中，有一日佢回饋到你身上。呢啲福報積累到一定程度，菩薩嘅護佑自然就會降臨到你身上，你嘅人生自然就會越嚟越順暢。所以不論你係咩生肖，從今日開始好好守護你心入面嘅善念，呢份善念就係你一生之中最珍貴嘅寶藏，亦係同菩薩連列嘅最直接嘅橋，幫心存善念，福氣自然會慢慢向你匯聚。呢個唔係玄學嘅空話，而係幾千年嚟命理智慧反覆驗證嘅真理。如果你係捉牛、捉羊、捉鼠或者捉兔嘅朋友，恭喜你，好好珍惜你嘅佛，願堅守你嘅本心，你嘅福報一定會綿延不絕。如果你身邊有呢4個生肖嘅家人朋友，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，等佢哋知道自己有幾大嘅福氣。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福報滿滿。